在第一座城市之前，在第一位君王之前，在語言凝固成法律之前，有別的東西降臨，不是灰燼，不是石頭，而是來自不可能起源的球體，不足於我們曾經講述過的任何故事。他們靜默而至，仿佛穿過天空的縫隙落下。當他們觸及大地時，便低語，帶着一種安靜的智慧。人群聚集，孩子伸出一隻手，一位老婦人笑了，然後感到雙臂起了雞皮疙瘩，因為球體的表面呼吸着緩慢活着的光。他們不是殘骸，他們不盡是金燭，他們是星辰的種子。起初，我們以恐懼為名，以常體物件威脅。科學家呼籲做測試，政府要求控制，但最初的時刻是簡單而人性的。一圈陌生人將手掌貼向拋光的表面，看見眼皮後閃過的色彩，聽見那非音樂卻似回憶的聲音。球體脈動，在那脈動中，世界傾斜，色彩交織，幾何加深為意義。而在那一瞬間，環中每一個意識都感覺到某根古老的線在他們體內攪動。我們那裏潛藏着一段沉睡的記憶，12根被遺忘的絲線，古老神話無人能解。一部如光相綁的檔案。球體低語，我們看見它繪出螺旋，那不是數學的，而是被記起的。12束光帶交織成圖案，如可見的 DNA。每束不同音調，每個音調一個邀請。觸摸球體的人看見了個人的幻象，他們未曾行走的地景，未曾存在的祖先的聲音，化為感覺而非證明的公式。處於環中的人，其激活體驗各不相同。有的人無緣無故地泣淚，有的人大笑，有的人沉默並知道，如同找回失明的人那樣清晰。他們並非完全是被告知的那樣，色彩變得更加豐富，聲音獲得新的質地，微妙的聯覺爆發。當低藍音響起時，聞到雪松的味道；當紫色絲線與綠色纏繞時，胸口暖起。對少數人而言，世界圍繞一個新中心重組。第12根絲線，最終的記憶。當點亮時，將自我感擴展為共享的場域。但並非人人相信這一奇蹟。當局封鎖了場地，實驗服與乳膠取代了毯子與咖啡杯。一些科學家呼喚無菌距離，用樣本的耐心測量球體。另一些科學家靠近，仿佛在靈隱一件將要呼吸的儀器。軍人謹慎地巡繞，公眾透過玻璃觀看而謠言生涯。誰擁有這些球體？誰能為這些現象申請專利？誰能與他們所暗示的力量結盟？數月來，辯論分裂了世界。對部分人而言，球體是等待公佈的病毒。對另一些人而言，則是一條等待翻譯的信息。實驗室公佈波色圖像，顯現微米以下的表面坑痕，在常見冶金裂扣中未現的磨損圖案。物理學家爭論同位素讀數，陰謀論的推送如乾草燃燒。一群聲音宣稱該現象是危險。另一群更為安靜的聲音堅稱這些球體是通向更大事物的鑰匙。在這一切的中間，小圈子的人圍繞這些物體形成，不受政策或協議規範。他們冥想，不為自悅而為傾聽。他們低聲吟唱，將手掌壓向球體的表面，記錄那穿過他們的紋理。在那些私密的圈子中，球體不再像物體，他們像鏡子，也像門。一位母親講述再次見到自己為孩童，然後年老於時，站在他不認字的那棵樹下。一位退伍兵發現自己記起他從未觸及土壤下的根系圖案。一個男孩夢見自己的喉嚨不再負於恐懼。
當局以儀器和審問回應，而非驚奇。警戒線成為徽劇，實驗室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測試。數據越試圖解釋，問題就越多。球體的光譜包含的頻率不匹配任何已知礦物標識，卻如語言一般重複。與此同時，深度思考文章和直播將證詞傳播給數百萬。衝突的核心有一個問題，這是要被排斥的入侵，船是待接受的邀請。世界分裂，有人呼籲隔離，那意味着控制；有人呼籲翻譯、儀式、耐心的傾聽勞動。這一選擇不僅由文件和政策作出，它將由人在決定，是恐懼，船是記憶。有一夜，世界沒有預言，在一座安靜的公園，一顆小球體在監控攝像頭下被隔離。一圈公民，科學家如詩人，公交司機如教師，無任何政府批准聚集，他們手拉手圍繞物體。球體的光線穿過他們的手掌，如慢潮。呼吸一口又一口，他們內在的世界擴展。城市的嗡鳴退去，球體中合唱的悠長內心之聲升起，直到環中每一個人同時明白一件事：第12根絲線不是權力的機制，而是記憶連接的鑰匙。外面觀察者觀看，有的驚恐，有的懷希望。安保隊列待命，但未發生暴力。球體脈動，人們陷入一種沉默，那不是空虛，而是充盈。一位年輕女子把額頭貼在冰冷的表面，向光躍出一個她從未去過的地方的名字。當她躍完，圈中人仿佛印至那條河，就像她流經他們自己的生命。行動者躍出了釋放的悲傷。技術運記錄下尚無儀器編目過的和聲，科學家稱之為異常，參與者稱之為覺醒。不是所有人都歡迎它。一些政府設立隔離鈎，宗教當局討論教義，倫理學家要求框架。然而，即便在禁錮中，微小的變化擴散。新語言、共享印喻、倫理以從未有過的方式組織。人們談鄰根，不再作為結構，而是作為記憶。繪記憶的根，繪回應的根。然後裂痕出現。法庭、大繪、媒體飽滿爭論。懷疑者警告환教。投資者提出專利。社鉤在球體周圍建立開放且有同意的儀式。選擇呈現為考驗。法律下的控制，船是信任下的共融。在儀式盛行的地方，這一現象加深。陌生人成為盟友，悲傷變為共情。聲音帶着超越分裂的和諧，以謙遜而不是貪婪接近的實驗室開始繪製界限。這些物體改變感知，但並不重寫基因組。敬畏在紀律中生根，然後就像他們來得那樣突然，球體撤離。一顆在黎明的星光中消失，另一顆溶解為如塵般飄過屋頂的微粒，其餘的黯淡下來，靜默。他們曾在的地方，人們留下公品：羽毛、折疊的紙條、壓花，對感激與未解答問題的禮物。所剩的不是要囤積的珍寶，而是一個要被生活的問題。並非所有從星辰降下的東西都會毀滅我們。並非所有來臨都意在統治或索取。有些事情來到作為謎題，作為鏡子，在其中我們發現自己被不同地反射。有些禮物不要求交易，他們只要求我們更深地傾聽，以更清晰的意圖行動。